無碳板訓練鞋絕對係近年各大跑鞋品牌嘅必爭之地，當中最具代表性嘅例子一定要數到推出咗1年幾依然人氣強勁嘅 Adidas Evo SL 啦。今次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被稱為 Evo SL 強力對手，而且一推出咧好快賣斷貨，我連主打色都買唔到嘅 Puma DVA Pure Nitro 啦。歡迎收睇 Wasserman Channel， 呢個係一個中意跑步嘅業餘跑者嘅個人心得分享，歡迎大家俾 like、留言同埋訂閱。今次嘅實測跑鞋呢係我自己自費購買，冇任何商業合作噶。先同大家睇下 DVA Pure Nitro 嘅基本參數先 ，Stat height 後踭38mm， 前掌30mm， Heel drop 8mm。重量嗰方面，男裝 US 8號半，左腳208g， 右腳210g。中底物料咧係全掌用到注入氮氣嘅 Pebax 中底 Nitro Foam， 冇嵌入到任何推進或者穩定板材嘅。Outsole 咧就係用到 Puma Grip， 鞋面咧就係工程機能網布。售價嗰方面 ，DVA Pure Nitro 原價港幣999蚊，我喺專門店買直接有9折，900蚊有找落樓啦。試着嘅時候覺得呢對鞋嘅鞋頭空間呢，比起佢個外形望起嚟呢係更加闊噶。我一度考慮過需唔需要買細翻半碼呢，但係最後都係決定揀翻 True Size US 8號半。實測呢一對 DVA Pure Nitro 嘅時候，啱啱要做跑標嘅跑步能力測試，所以呢就跑咗3個唔同嘅 pacing， 分別係6分20 pacing 嘅 Easy Run 啦，5分15 pacing 嘅 Threshold Run 啦，同埋4分45 pacing 嘅最大心率測試跑。另外我都着過呢對跑鞋去跑長課嘅 pacing 大概係6分鐘。DVA Pure Nitro 跑起上嚟嘅腳感軟硬適中略帶韌性，佢有一點咧同 Evo SL 好似噶，就係都需要喺一定嘅速度之下先會突出到優點。加速嘅時候中底反應非常之直接，回彈充足，但係未至於去到澎湃嘅程度。不過配合翻呢一對鞋接近競賽鞋級數嘅輕型，跑感咧十分之舒爽嘅。同 Evo SL 唔同嘅係 DVA Pure Nitro 嘅鞋底結構，望起上嚟咧嗰個 rocker shape 好強啊，但係實際跑起上嚟嘅步伐過渡咧就比較自然，滾動嘅介入感咧唔明顯嘅，冇嗰種硬生生被往前推嗰種推背感。所以同 Evo SL 相比啦，DVA Pure Nitro 加速嘅時候咧，可能咧感覺會比較少助力啊，要完全靠自己嘅力量去加速。但係調翻轉嚟講啦，喺配速控制上面咧，DVA Pure Nitro 咧會比較容易駕馭噶。喺穩定度嗰方面啦，雖然 Pebax 基底嘅 Nitro Foam 咧本身嘅剛性唔強啊，不過 DVA Pure Nitro 嘅鞋底着地面積咧都幾大噶，後踭同前掌嘅鞋底闊度比例咧，以 Neutral Shoes 嘅標準嚟講咧，算係十分之闊噶啦。所以咧，即使咧速度咧稍稍咁放慢咧，跑鞋咧仍然有足夠嘅穩定度嘅。對於一般足型嘅用家嚟講咧，呢個 setting 嘅穩定度咧已經十分之足夠啦。不過啦，我自己嘅足弓偏低，所以咧喺訓練末段腳步變沉重嘅時候咧，就會 feel 到內側嘅足弓咧有少少塌啊。所以未來如果要着翻 DVA Pure Nitro 嘅話咧，我個人咧就會換翻上一個支撐鞋墊嘅。不過啦，以中性跑鞋嘅標準嚟講，DVA Pure Nitro 嘅穩定度合格有餘。DVA Pure Nitro 嘅鞋面工程網布望起嚟咧就唔太厚嘅，但係實測嗰一日咧跑起嚟咧都係覺得有啲焗啊，透氣度就一般啦。可能咧係因為實測嘅時候咧係烈日當空嘅早上，氣溫高達31度，所以之後咧都會試下喺唔同天氣嘅情況下着多幾次，先可以再落個定論嘅。DVA Pure Nitro 啦，作為一對輕型嘅訓練鞋，佢嘅鞋領啦同埋鞋脷咧都冇好厚啊，存在感好強嘅填充包覆。佢嘅鞋脷嘅設定咧就係呢個 gusset tongue 嘅。佢 heel counter 嘅硬度同埋鎖定感咧都屬於中規中矩咁啦。不過咧呢一對鞋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將嗰個包覆力咧主要集中喺中足嘅 lacing system 度啊。只要咧你將條鞋帶綁好啦，佢個中足咧就會好穩咁包住你對腳噶啦。又舒適又有安全感，再加上咧前面提到佢嘅鞋頭空間都幾充足噶，腳掌咧係冇壓迫感，整體嘅包覆咧真係可以話係恰到好處。呢個咧係我第一次着 Puma 跑鞋，佢都俾咗一個好唔錯嘅驚喜噶。
至於 outsole 嗰方面啦，用到防滑性能享負盛名嘅 Pure Grip 橡膠，不過好坦白咁講啦，我暫時都未有機會喺雨天啊或者濕滑嘅路面去測試佢嘅防滑程度嘅，所以抓地力方面呢，我先保留翻意見，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整體嚟講啦，我覺得 DVA Pure Nitro 可以當作係 Evo SL 稍為向下兼容嘅版本。咁喺高強度訓練嘅場景之下呢，我認為 Evo SL 始終都係比較優勝噶。就回彈同埋推進感嚟講呢， Evo SL 依然係我心目中無碳板跑鞋嘅最強王者。咁啊，不過喺穩定度嗰方面呢， DVA Pure Nitro 呢明顯比 Evo SL 強嘅。喺啲強度較低嘅場合之下啦，我覺得 DVA Pure Nitro 咧係比起 Evo SL 更加友善、更加容易駕馭噶。咁所以呢兩對鞋點樣去揀呢？其實係完全取決於你追求嘅係乜嘢。如果你中意嘅係澎湃嘅推進回彈，而且你本身咧都有一定嘅跑步基礎呢，咁樣呢 Evo SL 依然係難以撼動嘅無碳之王。但係如果你偏好比較自然嘅腳感啦，或者想要一個比較溫和同埋穩定嘅推進呢，咁樣 DVA Pure Nitro 咧會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咁當然啦 ，DVA Pure Nitro 仍然有改進嘅空間㗎，例如透氣度可以再提升啦，長課時嘅保護性同埋穩定度咧仍然可以更加強㗎。至少相近定位嘅跑鞋嚟講呢 Asics 嘅 Mega Blast 喺長課嘅穩定度同埋保護度咧會更加好。不過整體嚟講啦，呢一對 DVA Pure Nitro 咧已經係一對好全面嘅跑鞋嚟講啦，我自己覺得咧應該都會幾受歡迎嘅。咁啊，亦都咧大幅提升咗我對 Puma 跑鞋嘅好感。咁啊，相信之後咧我都會有更加多嘅機會為大家介紹唔同嘅 Puma 跑鞋啦。以上呢就係 Puma DVA Pure Nitro 嘅實測報告啦。咁啊，非常多謝你睇到最後。如果你中意今集內容，希望你可以讚好同埋分享片段。如果有任何意見想交流，亦都歡迎你喺片段下面留言。如果你想定期得到唔同嘅跑步裝備資訊呢，咁就希望你可以訂閱 Wasserman Channel 啦。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